在全国了哈，15个美式就学区里面，有10个区就把这个志工列入超额比区的项目。那要达到这个项目要满分的话，有的区域说要做满18个小时，有的区域呢就要做满50个小时哈。那以桃园来讲的话，它就是要当志工50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到总是入学最多会拿到这个10分。那你这边它就有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在这10区里面，那每一个区它所规定的说，你应该要做多少个小时，可以得多少分。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担心，然后就很着急，到处在把志工要做好。那我们这个来参加的这些国中生啊，我知道你自己也很想要当志工啊。如果有很想当志工的话，我们台南市青年文教协会的，那也是在我们内政部有合伙的一个团体啊。那如果你上那个台南市社会局，台南市社会局这边就有我们的社会团体里面人民团体，就会找到一个学术文化团体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是经典文教协会的，是经典文教协会。那只要在社会局有认识的团体机构，就可以发给这个国中学生这个志工的时数啊。那我们要发予志工时数，就像刚刚那个讲师说的，你是靠什么样的心态来当志工？你是说为了要志工时数才来当志工的？还是说，你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同样的信念来推动服务计划，而不是说只是说去个人对谁服务是谁，对象是谁，做的工作是什么，做的这个志工到底是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都没有去考虑嘛。所以这边我们读经班在各地都有展开读经班。如果说我们在座的是国中生，或是你有认识的朋友他不见没有来参加这个志工研习，可是他也是国中生，他也想参加这个志工的行列，那你就可以带他来参与我们读经班的服务那读经班的相关的工作呢，那我们一般的班主任他就有需要，那班主任他就会设一个签到表，班主任他每一学年他会呈送计划到协会来，然后你就可以去签到。他会给志工签到，那你签到之后，他会和这个看你做几个小时，然后就会发你这个服务证。这个服务证明就可以证明说你真的在我们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里面的读经班服务了多少小时，拿这个再去做志工的认证。好，那各位有没有清楚这个？让我讲做这个补充。以台南来讲，要做满40个小时，就可以拿8分。所以现在台南的学生都很积极，因为国文最好的分才得几分，才得5分。你最厉害的话，国文最厉害的才得5分，数学最厉害也得几分？得5分。可是你当志工40个小时就可以得几分？得8分。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当志工，就是这个原因。那你住在哪个地方，这个都给大家参考。我们这里面最低的是宜兰3分中投也是3分，那港埔4分，那最高的在基北地区上限可以到2分。所以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当然自己的趋势，因为现在需要服务的对象其实还蛮多的今年新闻说，台湾的目前失智的老人拿多少？我那边记错好像有36万，36万。它的趋势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所以，早上有大概就是看这个人做法，他需要一些学生，需要一些小孩来帮忙协助这些老人，让他得到未知也好，让他们觉得说，好像到日到中心，不是去给人家照顾，是去玩的有感觉、快乐的。那这个是可能未来的如果你
天想读社工系，我想应该蛮有前途的，因为要服务的对象真的是越来越多。那我们读经协会里面这边办的可能是只有针对儿童，或许哪一天我们会针对老年人来读经，针对我们的这个成年人读经，那目前已经有在推的关系。那我们这个读经的功效啊，我们在特殊训都会在自然部里跟大家做介绍。如果你有参加这次的基础训，明年呢我们会再办特殊训，那你就记得再来参加特殊训的练习，就会取得我们的自工证。那这个自工手册，我让你去需要这2项原始都有呈现。那当自工呢，应该不是说为了要加分，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你觉得这个信念很好，去服务他人，让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那这是我或许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朋友啊，今天我们的儿童班小朋友，早上呢，我们这边上课，那也是有一群年轻的志工带领着他们一同学习。他们准备了一首曲子，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曲子呢叫做《知足就是幸福》那个知足是幸福这首歌那我们呢，他们都要准备好了，同时我们总干事去确认一下。那小朋友他们呢，参与这个活动，他们那也不是说有什么奖金或什么但是呢，他们能够上台表演，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志工伙伴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掌声不要吝啬，好不好？欢迎他们，然后可以的话跟他们一起互动，我们也顺便中午比较容易昏睡的感觉，所以的话可以请跟他们一起互动，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呢？准备好了没？好，那好，准备往前站呢？谁需要往前站啊？在这么后面啊，在前面一点，大家才看得到。好，可以翻身两排吧。翻身两排，那个服务人员看要怎么排。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好，那我们站好了我们音乐准备开始了。我们各位，我们志工伙伴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多少人在今天牵不到明天的海洋？多少人在今天已沉默的安静？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期盼？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还活着是种幸福，有健康是种礼物，饱和时要不知，有差别应该满足。
然后我们跟着小朋友一起来，再来互动一下啊，跟着小朋友一起互动一下。可是小心小朋友不要那么近哦，会不会他这一边？好，第一排小朋友在后退哦，好，这样 OK， 好，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工作人至少一个，一千多斤，在这。对啊，写写了，起立，写写起立哦，我们跟着小朋友一起哦，对，看小朋友怎么做，我们就学他。好，小朋友要好好的做，动作大一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学。好，我们再来一次哦，好，来，音乐。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成了曾经？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饥荒？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还活着是种幸福，有健康是个礼物。
工作伙伴还有我们小朋友，工作伙伴也自己再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然后小朋友向右转，跟着姐姐跟着哥哥一起走，站顺序哦，站顺序哦，慢慢下去哦，好，那跟伙伴请坐下。好，我们接下来这堂课呢是我们的志愿服务的内容。